新北孔仔寮的海洋音乐节已经办19届啊，市府昨煞宣布讲未来要停办，转型做雏影露营的活动。消息一日出来，是互民众批评骂甲臭头，所以新北市府昨暝又搁改喙，讲会继续办海洋音乐节。新海风听音乐是真侪少年人热天的回忆。孔仔寮海洋音乐节是国内较规模的独立音乐盛会，每年拢吸引真侪乐迷。不过，伫最近新北市政府宣布讲，要转型真侪重影甲露营的在地活动，民众拢讲真可惜。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来，几乎每届都有来了，有点可惜，对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音乐季了，对啊。这边就已经办得很成功了，怎么忽然间就停掉了？这都很可惜啊。因为相关的交通还有腹地嘛，那但是我们8月份会在我们新北大都会公园还有淡水的渔人码头去办独立音乐的这个活动。管理局强调，唔是要停办，是换所在办。活动会办伫咧捷运甲方便的渔人码头，一个大都会公园顶顶起的舞台，因为无事先甲地方沟通，引起民代甲基层的反弹。附近的业者担心，这若停办海洋音乐节，对因的生意影响真大。当初疫情已经快3年了嘞，3年，我们快饿死了，真的。好不容易等到音乐季又停办，一天最少少个10万吧。办是对这个地方是好啦，但是他们要这样决定也没有办法。重点就是长期都是有客人来啊，有人潮才有钱潮。新北市管理局伫11月表示，为了要回应业迷期待，市府会继续办孔仔寮海洋音乐节。伊若淡水渔人码头的舞台甲新北大都会公园，伫8月连续3个礼拜六，也会办独立音乐表演、河海音乐季。记者综合报道。